另外一個喺東北角嘅金門呢邊嘅景區，金門呢邊好靈頭啊！就一個群仔咁樣。有幾座建築一尖角嘅係喎，呢個真係彈窿嚟嘅喎，真係彈窿嚟喺度。當年打到唔清唔楚啲彈窿。真係真彈窿嚟嘅，呢啲唔打。就呢一個戰爭嘅歷史見證，呢個嘢，有人話依間原來係當年嘅我哋登陸部隊嘅資料庫。戰爭紀念節，當年個保音牆啊，喺望到一排都係啲高音喇叭，所謂保音牆。哦，有個聲添。我是邓丽君，我現在來到基本是廣播站上，大陸沿海的同胞的廣播，自由。呢個就係當年嘅播音牆，有個超大嘅大聲公。當年古戰場就喺呢度啦，唔係古戰場，古代戰場，古形頭嘅望翻廈門嗰邊。好啦，我哋滾蛋。喂，用咗邊個做咩？邊有啲影都邊度影都有相啫。好，得。
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翻嚟睇翻呢一忽，收咗個圈翻出嚟，就睇完呢個古靈球嘅戰士館啦。